防疫期间，台南玉井冰店推出着得来速包回去的服务，民众免落车，就会当买这个山野冰回去食。今年到6月份开始，台南玉井的青果市场应该是真闹热的时阵。不过为着防疫，过来进入三级警戒，冰店的业者就推出得来速的服务，只要先打电话，就会使免落车，直接摕山野冰回去食。供客人免下车服务，既防疫又可以吃到芒果冰。冰店推出得来速的服务，得到不少在地民众和游客认同。因为伫疫情期间，袂使伫店内食山野冰，会使早回去，嘛是袂歹的方式。车直接开过来就可以马上带着走，对啊，就很方便。冰店的业者讲，三级警戒以来，伊的业绩减少真济，不过为着先防疫，需要改变经营的方式。即马嘛，加向农民订来要做山野冰的爱文山野，一部分先转做礼盒市场来开发新的商机。